財星學堂，美股101。好啦，又嚟到呢個環節啦，直播室裏面呢，當然有我哋嘅呢位美股隊長 Jonathan 喺度，亦都有我蔡展輝喺度嘅。Jonathan，上個星期咧，仲好啊，你介紹咗即係法拉維啊，咁啊講到而家散戶嗰個嘅信心指數啊，或者個心態指數咧，散戶指數啦咁講，咁咧其實可以咧有路捉嘅咁啊大家可以去到即係去 search 啊，叫網站搜尋器揾呢個 AAII 啊，咁啊逢禮拜四就有呢個數據出嚟。咁啊喂，咁啊但係法拉維咧，除咗呢一兩招咧，其實仲有第二啲嘅招數啊。今次可唔可以再講下其他招數先？係啦，咁啊去中環江湖幾廿年都有好多 observation 啦，好多觀察啦。咁啊，佢其中一個我都覺得好認同嘅就係話，即係如果你睇報紙，咁啊10份報紙10份講嘅嘢都係一模一樣嘅話咧，咁通常咧嗰個都係大熱倒灶嘅，相反嘅。咁啊極端例子啦，咁啊即係嘅舊年美國大選啦，係10份報紙10份都話希拉里贏啊，最後咧就係啊特朗普贏啦咁樣，咁個個都話特朗普當選咧就黑天鵝。哇！地球就末日㗎啦咁樣，咁啊，即係10份報紙都咁講，不論啊，即係香港又好，美國都好啦。咁啊，結果咧真係特朗普就黑天鵝，咁最大嘅黑天鵝咧就係不單止冇大跌，就再狂升到啊媽媽都唔認得嗰隻。所以咧，即係呢個都係一個，即係如果你見到好多份報紙講嘅一樣。又同自己個盤嘅方向係一樣嘅話咧，咁啊，真係要買啲保險啊，或者即係可能要減下注都未定啦。又一對沖下啦嚇。咁但係 Jonathan 啊，如果咁講，其實即係法拉維係咪都唔係好認同咧專家一致性嘅判斷？因為呢一班你話媒體或者專家，其實佢哋都做功課啊嘛。咁佢哋點解會有呢咁嘅現象，或者法拉維又睇到啲咩嘅？因為其實如果你睇金融怪傑嗰個系列咧，咁啊訪問嗰啲即係最勁嘅交易員啦，咁啊幾集，其實佢都有講過一樣嘢嘅，因為如果突然間出現一個你係從來冇準備過嘅情景嘅話咧，大家都手忙腳亂啊！絕對，哇死啊！原來咩特朗普當選，諗住哇沽啦，跟住哇狂夾嘅，跟住可能你冇貨啊！你走咗貨，哇！仲要補倉添，可能你沽空咗咧，就即刻夾到，哇！即係七孔流血咁樣。冇錯，係啊，咁你冇時間準備啊嘛，係啊，即係呢個係所謂 element of surprise 啊。即係突然間好似打仗咁，我明知你攻我依度啊，梗係防備啦。啊，點知暗度陳倉啊？哇！暗度陳倉特別難防守啊，係啦，所以即係個盤路會突然間要急轉啊，出現咗一個突發事件，個盤路大家冇來都係咁樣，個盤路急轉咧，嗰度力好勁。咁啊，當然加上你話一啲機構性投資者啊，或者啲基金咧，咁佢哋嘅 size 大啊嘛，即係我哋話一隻航空母艦要 U-turn 咧，其實都幾難搞噶嘛。係啊，咁啊，另外一個法拉維嘅，即係我都覺得佢都幾好參考嘅一個心法，就係話，即係如果你買嗰隻嘢咧，就拋物線咁升嘅話咧。咁啊，即係通常正常人咧就好開心嘅，係啊，即係周圍打電話，喂，我買呢隻啊，賺緊，哇，升好多啊，好勁啊，好勁啊，跟住隔籬嗰啲 friend 就喐 give me five 咁樣啦，係啦，自己又好開心啦，咁但係通常如果老經驗嘅人咧，見到拋物線嘅升勢，即係呢個我都會成日 remind 自己啊，哇，見到隻嘢行得咁順，飛到咁上去嘅話咧，往往其實係即係見頂嘅徵兆啊，咁啊，即係嗰啲止蝕位唔該，即係記得褪高啊，係啊，褪高啊，或者轉咗做咩 call option 嗰啲咁樣。咁啊，即係其實咧大勝之後咧，往往咧半嚟大敗，因為人啊失去咗嗰個即係即係嗰個防禦心係啦，即係 off guard 嚟嘅英文就係咁啊，所以即係呢啲老鬼嘅經驗都係即係值得參考嘅，我覺得。OK，咁啊，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咧，歡迎去到我哋財星學堂以及咧美股隊長咧喺呢個 Facebook 嘅專頁。